第3章最古老嘅生活智慧。照我哋全球最古老嘅智慧傳承，無論嚟自中國、印度定中東，核心都同中道有關。前文睇到啦，中道呢其實係站喺最真實角度實面對世界。哲學家對真實與世界絕對同埋相對嘅關係有好多探討同埋詮釋，但係通常不提供解答。尋求解答嘅過程一般被歸入修行嘅領域，而被宗教同靈性領域嘅聖人傳承落嚟。喺宗教同埋靈性執行嘅領域，中道嘅中立性反映喺2個切面，一個係臣服，亦即係將自己交俾更大嘅力量、更大嘅智慧；另外就係觀察、見證或者話參。我哋臣服到底，乜嘢都可以接受，或者乜嘢都可以交出去，就可能發現臣服到最後仲有一種根本嘅源頭嘅聰明 source intelligence， 亦可以話係一種本能。我哋清楚響呢個本能，響呢個觀察嘅機制就叫做參。呢個亦都係六祖當時講嘅禪，印度不二論講嘅 self-inquiry， 釋迦牟尼佛嘅止與觀都係一樣嘅。觀察到最後，我哋自然會臣服。我哋集中注意，亦都可以專注到入定。最後，我哋同呢個最基礎嘅本能合一。不過，我哋嘅注意稍微有嘅搖動，從意識延伸出嚟一點點嗰陣，就連最細嘅動態都會好清楚。我後面會用喺嘅瑜伽嚟解釋。最清楚時睇到一目了然，就知道從呢個最根本嘅本可以延伸嘅一啲化身或者現象，我哋自然行上參啲軌道。響執行嘅層面再具體一啲，就係我哋透過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個觀察、每一個覺察，不斷回轉到自己。我哋用5個感官嘅覺察加上感受、念頭，3者合一，可以為自己描述出全部嘅現象世界，而且對樣樣得到一啲解釋。但係呢啲機制同產物仍然係外在。就連我哋一般人認為響內心嘅感受同念頭都係外在，都唔係真實嘅自己。明白呢一點，我哋好容易徹底想通，冇顧慮，可以將注意全部回轉到自己，靈回轉到內心，回轉到冇辦法再回轉嘅地方，亦就或回到根本嘅聰明。呢個機制響彌勒佛嘅大系統中，會再加上一點正向嘅回轉，或者話友善嘅中立性，安慰頭腦同身心，俾人可以歡喜地進行。呢個就係我哋響講嘅中道。中道唔係響現象同人間，唔係響呢個有限二元對立嘅軌道，而係響無色無形、永恆、無限大嘅軌道。跟住落嚟，我先帶出一個中道嘅練習。